聽我講，人體四象富貴難忘，馬體四蹄面知良機。咩意思啊？即係話睇四張相嘅，知道佢係咪富貴；睇馬四隻腳就知道佢係咪好馬。吓，咁神奇，邊4種相啊？我有冇啊首先第一樣睇你孔觀。嗱，一講到睇相呢個話題，我哋第一時間會諗起街邊擺攤10蚊一位嗰啲算命先生，係咪？從科學嘅角度嚟睇，呢啲只不過係行走江湖嘅江湖騙子，所以好多人對睇相呢2個字好敏感，覺得係封建迷信。但係佢嘅存在又有一定嘅依據嘅，冇我哋想象中咁玄幻，因為相由心生，境隨心轉啊嘛。所以今期不妨嚟睇下呢一個4相準唔準？你有冇呢一種富貴相咯？嗱，首先第一樣就係面相，即係五官啦。嗱，聽講90%嘅人見到一個人嘅時候，會喺30秒之內對佢嘅外貌進行打分嘅，唔知你係咪咁嘅呢？嗱，古人認為一個人嘅五官同五臟六腑係相連嘅，通過睇一個人嘅面色五官，可以判斷一個人嘅身體狀況、內在性格，仲有境遇咁話。嗱，例如話憂鬱嘅人眉頭會夾死烏蠅咁嘅，開朗嘅人嘴角就會上揚啦。又例如話天庭飽滿嘅人，俾人一種富貴相；咁相反，如果係頭尖額窄、尖嘴猴腮嘅，就會俾人一種刻薄相。嗱，喺民間仲有個咁樣嘅俗語：兩腮無肉不可交，臉上橫肉行凶者。咁古人認為有呢一種面相嘅人，要麼就好識算計人，要麼脾氣就好暴躁嘅。但係相由心生又係咪真嘅呢？心態係咪真係可以改變一個人嘅外貌？嗱，同大家講個古仔咯。話說喺唐朝有位宰相叫做裴度，裴度後生嘅時候係好窮嘅，喺佢窮到褲穿窿嘅時候，曾經遇到過一位禪師。咁禪師見到佢嘅面相之後，就發現佢嘅嘴角樹紋有好多，多到幾乎生入到嘴角咁滯，就同佢講啦：你好快會餓死噶啦！咁裴度就問大師啦：有咩辦法可以化解呢？大師就同佢講啦：你多啲行善積德啦，可能會轉運嘅。咁之後裴度就開始好積極咁做善事。喺好多年之後，佢又撞翻呢位禪師，就叫大師：不如你睇下我面相啦。咁大師見到佢好虔誠，睇到佢目光好清澈，眼仔碌碌咁嘅樣，就同佢講啦：你日後一定會貴為宰相嘅。咁之後呢個裴度真係成為咗位宰相，其實都係因為佢不斷行善積德，斷惡念，所以先至會相隨心轉嘅啫。咁第二樣又睇咩啊？氣象嘅啦，紅光滿面啦，肯定行大運嘅咯。頭耷耷眼濕濕，見到天添咁爭，你肯定衰嘅咯。第二個就係氣相啦，指嘅係一個人嘅氣息、精氣神。如果一個人頭耷耷、眼濕濕，見到有錢都唔敢執，冇離神氣嘅，人哋見到佢都走，方行好運啦，係咪？咁相反，嗰種紅光滿面、精神狀態飽滿嘅人，俾人一種好有安全感、信任感嘅呢一種人，去到邊都咁受歡迎啦。但係氣息呢樣嘢又唔係話天生嘅，而係靠後天養成。咁除咗改善下飲食之外，仲要保持一個良好嘅心態。如果一個人積極樂觀、為人和善、積極向上、努力學習嘅話，咁呢個人氣質都會唔同。好嘅人同事都會俾佢吸引啦，係咪？舉個例子，譬如話嗰啲自細就受過文學熏陶，讀書寫字、琴棋書畫都有學過嘅，就會有一種文質彬彬嘅氣象啦。咁如果係嗰啲日日喊打喊殺，就會有一種兇神惡煞嘅氣象。若然係正義嘅人，就會有一種氣宇軒昂、正氣嘅氣象啦。咁呢一個就係境隨心轉，環境可以展露出唔同嘅氣象。咁第三樣又要睇咩呢？骨相嘅啦，即係點啊？或人啊苦難或不知人後面之心啊。骨相指嘅係一個人嘅骨骼特徵。注意啦，呢個字係讀格，骨骼精奇，唔係樂喎。骨相係難過睇面相嘅，因為有啲人嘅骨相明顯，而有啲人嘅骨相就比較奇特，好難睇得出啦。但係睇骨相係睇一個人嘅關鍵，因為睇骨相可以反映到一個人嘅內心世界。例如話骨骼凹陷係孤貧相，表示呢個人有大起大落。咁如果係骨形圓又隆起嘅話，即係表示呢個人有傑出嘅能力。咁如果係骨相好嘅人，往往都係天生麗質嘅。咁第四個有咩相呢？肉相嘅啦，睇你曬得唔黑，肯定係出去做嘢噶啦。咁至於肉相咯，喺民間就有好多種講法。
有關於肥瘦啊，譬如話人肥氣短、馬肥氣喘，面部多橫肉，即係代表脾氣唔好。咁面部啲肉掹掹緊嘅，即係代表近排有啲唔如意嘅事發生。咁另一方面嘅肉相就係通過膚色嚟睇咯。嗱，喺古時候嘅富貴人家係唔使辛苦做嘢，唔使落田耕種，唔使曬太陽噶嘛，係咪？所以都零舍白淨啲嘅。咁導致依家有時候睇人見到啲白白淨淨嘅人，就會覺得，你肯定係坐辦公室，唔使點做嘢噶啦。咁而古時候嘅貧苦人家就經常要落田耕種噶嘛，日曬雨淋，所以皮膚都黑黑實實啲嘅。有時候見到啲生得黑黑實實嘅人，我哋就會話佢，你應該係經常出去外邊做嘢，做辛苦工噶啦。不過依家睇翻呢一個又未必準啊，因為好多人係遺傳，又或者係個人嘅生活習慣形成噶嘛，係咪？黑就黑，白就白噶啦，同貧富係冇關嘅。所以話判斷一個人唔應該過分強調面相，關鍵仲係要睇一個人嘅內在品質噶嘛，係咪？畢竟人不可以貌相，海水不可以斗量啊！再好嘅面相，如果唔去努力嘅話，又唔係得個吉，係咪？好啦，到最後輪到你講下，你又信唔信面相呢家嘢呢？你嘅面部特徵、面相又代表住啲乜嘢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民間都冇辦法解釋嘅玄學提醒，你一定要記住。嗱，冇財運嘅人係插唔到呢條視頻嘅。如果你插到，你依家就寫低我很好3個字。第一，語言係有能量嘅，你每日同自己講我很好，能量就會越積極。如果你總係抱怨煩死啦、攰死啦、好黑仔啊，情緒只會越嚟越差。第二，屋企盡量減啲光嘅燈，要養啲襟生嘅植物。塊鏡爛咗就建議換新噶啦。嗰啲殘殘舊舊嘅嘢就要及時清理，保持空間清爽。第三，使錢就唔好太隨意，要懂得珍惜，財富先至會靠近你。第四，好好打扮自己，人嘅精神狀態同外在嘅形象真係會影響好運氣嘅。吸引力法則同樣適用於你嘅思想同你嘅氣場。第五，盡量就唔好去墓地或者係長時間都冇人居住嘅舊屋，保持居家乾淨企理，家越靜能量就越穩。呢啲生活細節你照住做，你會發覺自己過得越嚟越順嘅。第六，你信唔信你嘅嘴就係你嘅風水？旺自己係有玄學嘅，唔信你慢慢品。喺呢度祝大家運氣爆棚，越嚟越好。咁點樣增加你嘅好運氣呢？你每日講嘅嘢其實就係為自己落咒語。過去嘅人同事就等同於潑出去嘅水，再點樣後悔都收唔返噶啦。倒不如將精力放喺依家。你要知道你現在過得開心，就係對過去自己最好嘅補償。特別要提醒你，千祈就唔好成日將煩死啦、攰死啦、好黑仔啊呢啲說話掛喺嘴邊。呢啲說話就好似毒藥一樣，你每講一次，就喺心入邊埋下一個消極嘅種子。咁講得越多，心情就會越差，運氣亦都會跟住變差。記住啊，要遠離嗰啲帶俾你負能量嘅人同事，多同啲積極向上嘅人喺埋一齊，多講啲鼓勵嘅說話。相信我，只要你堅持咁樣做，你嘅生活一定會慢慢好起身嘅。咁呢一個就唔係咩玄學，而係最簡單嘅生活智慧。你點樣對待生活，生活就會點樣對待你。願你越嚟越好，好運連連。點讚關注我，知道更多生活智慧。下期再見。你家婆有4樣特徵，坐有保持距離，少啲接觸啊！咁大鑊，邊4樣特徵啊？好多人都會話家婆都係阿媽，結咗婚之後大家都係一家人，需要彼此善待，互相尊重。但其實家婆就唔係阿媽，相處落嚟並唔容易嘅。婆媳關係處理得唔好，就係一家人吵吵鬧鬧嘅矛盾根源啦。接下落嚟講嘅呢幾種家婆，需要敬而遠之。我惹唔起啫，我躲得起啊嘛。聰明嘅新抱係會同家婆保持一定嘅距離嘅，唔會同家婆行得太近。咁難相處嘅家婆到底有邊幾樣特徵呢？睇下你家婆有冇啦。呢條視頻對你同你嘅家庭有非常大嘅指導價值。你睇下右邊呢一排，唔理係乜嘢，隨手點一個就得。順便喺呢度祝大家全家幸福安康。冇睇少呢句說話，語言嘅力量係非常強大嘅。咁到底邊4樣特徵呢？又唔出錢又唔出力，要求又好嘅，咩人得啊？
有一類型咁樣嘅家婆，佢對個仔嘅小家又唔出錢又唔出力。譬如話啱啱結婚，佢就催個新抱生仔，咁到個新抱生咗仔啦，佢又催個新抱生二胎。但係你叫佢幫手帶細佬哥咧，佢就走夾唔唞，未必會幫帶啦。咁冇人幫手帶細佬哥，咁新抱唯有喺屋企做湊仔乸啦。但係佢又可能會話你唔出去揾錢，淨係俾佢個仔一個人喺外邊賺錢。咁如果你叫佢出錢請人帶細蚊仔，佢即刻就會話自己冇錢。呢一種家婆啊，真係惡家婆中排名第一啊！佢哋只會挑事，只會製造家庭矛盾，唯恐天下不亂啊！你屋企有冇呢？重男輕女個家婆，女仔睇得太重，睇小新抱個。重男輕女嘅家婆啊，又真係好惡底啊！就譬如話同住一個小區嘅阿明，佢前年結咗婚，因為冇錢再買多間屋啊嘛，就同自己嘅父母住埋一齊啦。嗱，本嚟間屋都夠大嘅，有4間房，咁大家住埋一齊係足夠嘅。但係自從個新抱搬入去住之後，婆媳關係就越嚟越多啦。就好似個新抱搬入去之後分薄咗你啲乜嘢咁，歸根到底都係個家婆重男輕女嘅思想導致嘅。新抱有咗啦，就一直催個新抱去確定下係仔定係女，咁生個女都好開心，不過唔係最開心，認為唔係生個仔嘅話就等於斷咗香火咁話，唔知啊仲以為阿明屋企啊有帝位有皇位繼承添啊！咁對於呢一啲重男輕女嘅家婆，都係敬而遠之，保持距離，兩個小家庭啊減少來往好啲啦。三鬧個仔傳動個氣個家婆，係咪啊？當你新抱係灰低人。有冇咁樣嘅家婆呢？同個仔先至係真正嘅一家人，關係仲好到啊，完全將個新抱當咗係外人。嗱，如果遇到咁樣嘅家婆，就算個仔成家之後，日後屋企有啲所有嘢啊，都要請個家婆嚟做主，完全就當自己新抱係外人啦。咁如果遇到呢一種家婆同自己個仔串通一氣啊，我睇兩個家庭都係分開住比較好，睇下自己嘅丈夫有冇改變。咁如果有改變嘅仲好，咁如果係冇改變嘅，丈夫一味係向住自己母親嘅，就好似媽寶男咁，哪怕離婚都好啦，都係冇關係嘅。咁作為女人，就算嫁錯人都好啦，唔好一錯再錯，唔好因為一段失敗嘅婚姻毀咗自己嘅一生。咁當然啦，最好就梗係喺結婚之前睇清楚呢個未來家婆嘅真實情況，考慮清楚再結婚啦。四好彩多個賊，家婆又唔好過，係咪啊？冇血口望見一怕喎。有冇見過一類咁樣嘅家婆？佢係好陰沉嘅，乜嘢都想講，乜嘢都要講。喺佢哋眼裏邊啊，新抱做啲乜嘢事，佢都能夠挑出毛病嘅。佢哋就好似同自己嘅新抱有仇一樣，只要睇到新抱嘅影啊，佢就想講多兩句。一係就嫌個新抱帶個孫仔帶得唔好啊，一係就嫌個新抱啊使錢大手大腳，嫌個新抱日日有快遞，嫌個新抱好食懶做。嗱，佢哋唔單止喺屋企講，出到外邊仲到處講，只要見到係個人跡，佢就拉住同人哋講自己新抱嘅不是。說話太多嘅家婆好蝕底啊！一家人何必搞成咁呢？係咪？呢一種陰沉嘅家婆，仲係要敬而遠之啦。就好似唐僧念經咁啫嘛，聽到都令人覺得頭痛啊！所以有人話，對於婆媳關係嚟講，最好嘅狀態就係將對方當作一個陌生人嚟對待，大家都成為最熟悉嘅陌生人，真係冇錯嘅。有啲嘢啊，眼不見為淨。等家婆對自己嘅小家庭冇足夠嘅了解，反而係一件好事嚟嘅，你覺得係咪呢？咁又好難怪嘅，新抱係個女，家婆係阿媽，原本大家就係一家人，但係事實上係好難做到和諧。家婆同個新抱原本就冇血緣關係，亦都有代溝，好多嘢觀念又唔同，有矛盾都係在所難免嘅。只要保持一碗水嘅距離，唔好行得太近，先至可以避免互相傷害。記住，家和萬事興啊！咁到最後輪到你分享下，你嘅家婆有冇以上講嘅呢啲特徵呢？你認為點樣嘅家婆最難頂呢？歡迎底下留言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矮人肚內3把刀，速點嘅男人思想高，精人就飛面，傻人就飛身，唔知好傻飛行身，遠水點夠近火，遠親不如近鄰，近鄰不如隔江親。粗茶白飯係能養人，難心難過海之看，夫妻冇日間人性，
兄弟五就外人起噶啦，一溫就係草，二溫就係寶，三溫四溫就不如草，頭溫就係真，二溫就貴，三溫四溫就活受在。平時待人都厚道，今晚自有人扶持，妻大三才，好似阿媽夫大三代能住家，人敬你一尺，你要還一丈。事要好，要問三老，家要興，仔後丁。呢度嘅三老係虛指，講嘅係村入邊或者係家族入邊威望高、經驗豐富嘅長輩。咁通過佢哋嘅閱歷同智慧，可以避免啲決策嘅失誤。咁睇後丁講嘅係，如果想要家族興旺嘅話，就要多啲關注後代嘅培養啦。咁人丁興旺就係咁解。眼紅攤比，冇嘅機，我係制隻腳就虎，深責任受在噶啦。君子報仇，10年之未晚，少壯努力，老大相悲嘅。隔行如隔山，不過隔行點隔你噶？手大仲老骨，一生啲做好力噶啦。仔就冇欠冇醜，狗就冇欠家貧，冇勸對面點相逢啊！有欠千里都會相愛。呢啲人恨你有啊，笑你冇，嫌你窮，又怕人負。男人就靠捧，女人就靠氹，傻仔就靠懵，抬頭就嫁女，低頭就攞辛苦。夫妻同卧樓中床，人心隔肚皮啊！話到嘴邊係漏半句，字痛禮上讓三分啊！意思就係話講說話要謹慎，知道乜嘢該講，乜嘢唔該講，唔該講嘅就冇講。咁而喺事情上面就要懂得謙讓啦，唔好得理不饒人，保持應有嘅禮讓三分。做事講說話都應該保持應有嘅餘地，辦事都應該懂得為他人考慮，唔好趕盡殺絕，留下禍害。咁大數據係唔會亂推送嘅，刷到呢度講明你會越嚟越好。喺呢度祝願大家運勢好轉，一切順利，未來會越嚟越好。下期再見。手大富貴就火中透，手細用話就唔使憂，尾就怕兩相交，耳仔就怕個咁大。即係耳仔大就好咯。係啊，耳仔大就聰明長壽，親過父母，親過夫妻，人就為口氣，佛就為一炷香，窮過三輩，富就過三代噶啦。360行，行行之出狀元，人窮志短，衣服破。你講乜即係錯噶咯？萬載天生總係清，冇錢做乜占領啊？人生威旺肯定有，就睇你哋應該點走。屋再堆都係住一間，溫舊嘅床即係3尺闊。論你有幾成功都好，冇咗健康即係一場空噶咯。人生苦短就儲一杯酒，相田苦辣乜都有，所有緣就樹有根，睇唔透就係人心咯。搵我份嘅你哋冇笑，天道籠內終有報，萬段深淵兩見底，靠邊個不如靠嘅機，學識讓步先有進步。有錢啊萬事易，知足就勝過唱生響，冇事就冇登三寶殿，有事先係供十尾佛面前。三寶殿只係佛法僧三寶嘅3個核心場所，分別係大雄寶殿、藏經樓，仲有禪房。咁作為寺廟嘅清淨之地，非信徒係不得在內隨意走動噶嘛，只會喺初一15禮佛或者係節日祈福一啲重大嘅時候開放嘅。武士係唔可以隨意喺入邊喧嘩或者係走動嘅。咁後嚟就引申為武士就唔會隨意去登門拜訪，只要登門就肯定有事相求啦。有咗天就上萬千，做咗皇帝就上升仙啦。咩意思呢？得一就上二啦。一唱秋去一唱寒，10唱秋去就着褸噶啦。家公打新抱天下丑，家婆打新抱天下有。好人就爭理，衰人就爭嘴。頭杯就酒，二杯就茶。喺傳統嘅酒桌文化入邊，第一杯酒就被稱為頭杯酒，咁通常由主人或者係地位比較高嘅人先至可以享用嘅，具有敬酒同致意嘅作用。咁第一杯酒往往係帶有禮儀性質嘅，需要飲盡以示尊重。咁第二杯茶就被稱為二杯茶或者係二盞。
咁呢個時候茶葉已經充分釋放，茶湯嘅口感亦都係極佳嘅。咁飲茶嘅時候通常就會倒咗第一次水，嗱呢一個就叫做洗茶。咁第二次先至正式開始品飲，以突出茶嘅風味層次。咁呢一個就係頭杯酒，二杯茶啦。咁今期嘅老人言，你又學到邊句呢？到最後，願你我安康，盼你皆好。下期再見。講6個可以令到你越嚟越順嘅玄學提醒，好準。尤其係第2個、第5個。如果想一直都過得好順嘅，就千祈唔好講過頭話。正所謂財不可外露，福不可自誇。咁乜嘢叫做過頭話呢？譬如話我好幾年都冇生過病啦，我做買賣從來都係賺錢嘅，我開車從來都唔會出問題。類似呢啲就叫做過頭話，最好就唔好講啦。所以你見到古人聽到人哋讚自己嘅時候，都會講返句託你嘅福，承你貴言，因為滿遭損，謙受益。有福報嘅人先至可以睇到呢度嘅，不妨為自己增添5個字：一順千百順。記住啊，唔好講過頭話，謙讓福留下。而你唔好太急躁，太急於求成，太急躁呢一個係大問題嘅。急躁生煩惱，煩惱生憤怒。人一旦憤怒，方寸就會大亂噶啦。咁呢個方寸掌握唔好，管人管事都會出問題。所以你睇返喺我哋身邊，我哋見到有啲新嘅領導，一旦上任之後就要燒3把火，咁最後呢就會帶嚟一啲唔該發生嘅問題啦。記住，越係唔順嘅時候，越係要沉住氣，情緒係你嘅心魔，你控制唔到佢，佢就會吞噬你。3，記住一句說話，允許行錯路，允許睇錯人，因果從來都唔會遲到嘅。你喺因上面拼盡全力，果隨緣就好。有啲事做唔成，未必係你唔得，而係老天爺幫你喺度擋災。你記住一句說話，人算千遍，不如天算一回。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。4，真正有財運嘅人發財都唔會太早嘅。發財過早就好似大樹冇扎根，睇起身枝繁葉茂，風一吹就冧啦。先窮唔算窮，先富唔算富，要耐得住寂寞，受得住繁華。得意時唔好忘形，失意時不可失志。喺繁華中自律，喺落魄中自愈。阿婆經常都同我講話，人有3衰6旺。確實3年1小運，10年1大運。任何順手拈嚟嘅重用，都係厚積薄發嘅沉澱。5，其實你越放鬆，結果就越好。你越係唔在乎，事情就會越係順利。所以當你唔再急於求成，開始降低期望，樂觀向上嘅時候，一切嘅美好便會水到渠成。有心栽花花不開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眾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他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6，你嘅心要大一啲。當你為眼前雞毛蒜皮嘅小事諗唔開嘅時候，你就可以諗下世界嘅格局、人類嘅未來，翻翻天體物理學，睇睇宇宙深處嘅引力波。一唔係你就諗下哲學，我哋生從何嚟，死亡何地？人活着到底係為咗啲乜嘢？當你諗下嗰啲好大命題嘅時候，你嘅心一下子就俾放大噶啦。你眼前嗰啲事根本就唔叫事，呢一個叫放大心靈，自然縮小煩惱，用更大嘅世界觀嚟稀釋你嘅痛苦。所以我相信一句說話，就係辦法總比問題多。只要係問題，你認真去諗，就一定有解決問題嘅方法，而且會有好多解決問題嘅辦法。而且好多時候呢啲方法係唔使向外求嘅，只要我哋管理好自己嘅情緒，平心靜氣，令到自己嘅心一下子平靜落嚟，然後你自然就可以睇到方法嘅出路同解決嘅方案。管唔住自己情緒嘅人，佢生活係好糾結嘅。佢睇人哋唔順眼，睇自己就更加唔順眼。佢同自己嘅關係都處理得唔好。好多人中意發嬲啊、奄尖啊、愛較真，唔係因為佢同人哋嘅關係唔好，而係佢同自己嘅關係唔好，睇自己都唔順眼。一個人如果佢唔愛自己，佢係唔會愛上呢個世界。一個人連自己都睇唔上，佢更加唔會睇得上人哋。一個人連自己都接受唔到，佢亦都唔會接受呢一個生活。
所以話人生嘅真諦就係處理好自己同自己嘅關係，願你我都發財，幸福生活永常在。揸住機會，唔好懈怠，財富之路大步邁開。點讚關注我，知道更多玄學提醒。聽日拜山第三人，祖宗恭慶再上來噶啦。邊3種人啊？仲要指定帶住佢去？一孝子二孫你要去啦，二啱結婚兩公婆要去啦，拜啊多子多福啊，三新港提名，做得掂啲更加要去啦。計我話撈唔掂嗰啲更加要去啦，係咪啊？拜山肯定係越多越好啦，空褲都要去，拜山就冇着啲紅衣呢大紅大字去啦，又冇着啲爛衫去喎，拜山就冇空手去拜。咁攞乜嘢去呢？攞啲好水果啊，用去攞拜去吔噶啦，有錢啦買燒豬肉啦。拜山最好攞啲有寓意嘅水果，咁但係就唔好攞啲唔吉利噶啦，譬如話梨、分梨唔好聽，成串嘅葡萄，有人話佢寓意成串咁走。嗱，仲有啲空心嘅食物啊，或者係刺激味道大嘅食物，咁拜完山啲嘢吔唔吔得呢？吔得個總要多，拜山冇嗌爆。有身紀嘅人共拜山做嘢就冇去啊，體育方面就冇去啊。英文嗰幾日就冇做新事，冇轉冇入伙，冇動土冇結婚，都好傳統係3月點做，拜完山洗手換衣服啦。拜山冇帶朋友去，因為呢啲着個嘢嘅，其他乜啲冇買，買衫買鞋。咁拜山邊一日好呢？冇定住噶，你拜山就要全部一齊去，兄弟5個至可以去。拜山要搶草，要搶其山頭，又令知人心。明白你又冇鏟啦，有竹就要鏟佢。清明宜靜不宜動。咁呢度講嘅唔單止不宜動土，仲要保持平和嘅心態，減少娛樂活動，避免同人發生爭執啊。開始冇夜媽媽有袋，冇夜媽媽洗衫，清明時候冇行街，又冇夜晚戴口罩，特別係犯大錯嘅人，冇着新鞋嚟拜山。因為民間有新鞋不踩舊人墳嘅講法，話鞋同邪嘅鞋因為相近，咁新鞋即係新邪。話着住對新鞋去拜山嘅話，就會將啲唔老禮嘅嘢送過去咁話。個牌子就話就冇遮住個額頭，清明點謝天謝物。祭祖嘅意義其實就係情感嘅傳遞。對於呢啲習俗嘅嘢，我哋應該要取其精華，去其糟粕噶。咁最緊要安全第一，心意到位，呢個清明節祭祖先至會更加有意義、有溫度噶嘛。睇到呢度，為自己、為屋企人留低一句：百無禁忌，四季平安，五福臨門。吊頸後邊有字有靠山，膊頭有字就3重擔，頭髮有字係富貴，耳仔有字係主菜。綠色個帽就冇戴，點解呢？大綠帽啊！家婆就冇印珍寶張床，紅筆就冇寫佢名，再好就唔好用個紅色嘅銀包。點解呢？破財啊！未高未低，家中一定有結髮妻，頭冇油，腳冇汗，到老真係窮鬼啦。字面上嘅意思就係話，如果一個人頭上係冇油脂，腳底又冇出汗嘅，咁到老佢都會窮困潦倒。咁其實就係話一個人如果係唔勤力做嘢，咁腳底就會冇出汗啦，咁頭亦都冇油，呢一種係懶惰嘅表現，所以最終只會導致貧窮。換舊之前洗腳，正過又保育啊！洗狗去我點信啊？家宴年年來，間屋就要發財啦，間屋背山面水，人財壽，背水面生人相鬥，夏天就冇運舌頭。秋天就冇運辦，春天就冇露肚臍，冬天就冇氹乜個頭。日嚟都有運動，夜晚就小夢，早睡早起精神爽，枕頭揀得啱，越運越攰噶啦。湯未疏，財運就冇。傳統有個講法話，微微就係代表財富，如果稀疏嘅話，即係代表財富不豐咁話。人有所忌，條命就艱難噶啦，10個錢就要使。1個錢就要慳，使錢嘅時候要合理，該慳嘅錢你就唔好亂咁使，咁該使嘅錢你就唔好顧住慳啦，唔好亂咁使錢，但係亦都唔可以太過慳啦。咁其實有啲民間俗語係冇科學根據嘅，只不過係古人用嚟告誡後人要懂敬畏，要講規矩。聽下好啦，有時候亦都唔好太較真，正所謂一福
壓百禍啊嘛，唔做虧心事咪百無禁忌咯，你認同嗎？點讚關注我，知道更多民間俗語。兩隻老虎點通山，豬口點到頭。一家有三隻老虎，冇災之有禍噶啦。兩隻得地唔落，仲有三隻，耳大就有福，左大就有祿。男人片面豐係有官運，咁女人呢？女人面豐係能嫁郎。初一點謝天，謝天就窮一年。飲酒就冇失態，米飯就冇插為主。男人下屬肥又厚，一個着點細腰，腰短腳細嘅女人就旺福，下巴尖又窄，眼鏡就好凄涼啊。眼窩心紅嘅人，心智就重重啊。手腕圈又壯，親力又健康。父母鋪路，不要外佬資助，錢唔可以賺晒，貨就唔可以享盡。哇，婆，你隻肉鴨咁靚，送過我啦！呢肉就要自己買，冇叫阿送。女人嘅走孽心，男人後邊跟，笑噴點笑槍，救急就冇救窮，出門在內有四樣嘢冇摸。邊四樣啊？一木匠個斧頭，二廚師打刀，三光棍嘅行李，四一女仔條腰。冇錢嘅羨慕也有錢，有錢嘅羨慕也冇病，有病嘅羨慕也有命長命。20代抽懶，60代就要還啦。兩家餓個女，老公點咁蝦？老公餓個老婆，婆家點咁蝦？婆家餓個女人，妹低人點咁蝦？一隻手就揞到兩耳崩，一隻腳攬崩兩條船。意思就係話一隻手係冇辦法同時去遮住兩隻耳仔嘅風，一隻腳係冇可能同時可以搭兩條船嘅。做事唔好太貪心，想同時兼顧兩邊，往往係好難做得到。一隻手咁捉到兩隻魚，一眼點睇清清兩行書。一隻手又點可以捉到兩條魚呢？一隻眼又點樣睇到兩行字至得㗎？做事要專注，一次做好一件就好啦。民間嘅老人言，句句混合智慧，祝你好運，福生無量。